字。母音係 A、E、I、O、U， 呢啲係高音，亦都係長音。佢哋嘅短音係呢啲字嘅頭音 ，as、as、a、is、is、e、o、o、o、as、as、a、r、a、e、o、佢哋嘅高低中三個音調係 r、a、e、e、o、o、呢啲要變音法嘅五步，第一步分音節，子音帶母音嘅音節，子音帶母音一個音節。第二部分分音律，第二步係分音律，三個音節嘅音律一定係高、中、低 ，high、mid、low， 中、高、低。第三步拼上，第四步拼下，拼每個音節嘅程序係母音加尾音，再加頭音。母音 r、a、e、o、係 a、r、尾音係 所以 er 就係 v、va， 頭音係 va、va、低音係第二個音係 v。呢度母音係 a、r、a、e、o 係 r、v 係 s、z、f、v、j 裏邊五不改裏邊嘅聲音，所以呢個係改唔到前邊母音嘅聲音。咁前邊母音就八成讀佢嘅短音 a、d、da、d、da、a、d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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， 中音係第三個音係 da、v。A 係 a、d、da、d、a、d、a、d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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、a。C 喺 A、O、U 全邊係讀 K 音 ，K 卡 K 嘅頭音係卡卡 a 卡 a 卡 ca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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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頭音咪第一個音係高音 cat 達 v。拼下邊兩個都係低音，冇得改 ca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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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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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at da v。第五步第一個比較係邊個讀出嚟最容易、最快、最順口、最好聽 cadaver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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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係最容易、最快、最順口、最好聽。第二個比較係比較兩個高音 cat、da， 係邊個出嚟嘅地方係高啲嘅歌就贏啦。鼻嘅高中低，喉嘅高中低，口腔裏邊個樂 cat at 頂住呢度 cat cat 呢度出嚟 d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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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喺上面出嚟啦，所以呢個讀法就啱啦 cadaver cadaver 係呢個字正確嘅讀法 cadaver。 The medical students studied the cadaver to learn about human anatomy. The medical students studied the cadaver to learn about human anatomy.